97%好似係。哇，好似係咁上下啦。今次都好勁啊！金鑽貴人個位置着架，洛飛都可能攞下批嘅咋，留意住啦！嘉應高升排住個3檔起步嘅，我哋交啦。好，歡呼聲同揮動你哋嘅旗仔，標誌銀河搞掂埋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8場賽事，女王銀禧紀念杯準備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合夥奔馳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見到呢隻嘉應高升已經走咗上去啦。內欄第3位嘅金鑽貴人啦，驕陽明區係第4位啊，第5位埋邊啊鴻運帝王啊，中間嘅馬有精算暴雪啊，再中檔咗手機標霸啦，出邊粉紅眼罩包裝天象啊，暫時墊下一隊橙衫陽光勇士啊，黃黑喺呢個黃藍格仔衫呢，仲有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過1000米嘅段柱啊，前面就合夥奔馳放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嘉應高升啊，第3位外邊呢就手機標霸上咗去啊，埋邊呢咁啊黃衫第3位有金鑽貴人啊，中檔第5嘅馬驕陽明區啊，埋邊第6位鴻運帝王，出邊粉紅眼罩包裝天象啊，尾3係精算暴雪啊，殿後一隊橙衫外邊陽光勇士，埋邊呢就標誌銀河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都仲係合夥奔馳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咗上嚟啦，入邊位置有金鑽貴人，後多層啊嘛，驕陽明區喺個馬林入邊啊，出邊追嘅馬手機標霸，外邊包裝天象，大外檔陽光勇士啊，最後200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群區，最少3個身位，驕陽明區上咗嚟，中間金鑽貴人接近終點，破咗紀錄啊！破紀錄，嘉應高升順利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。嘉應高升打破咗保持咗21年嘅17連勝，成功挑戰18連勝嘅紀錄啊！作為馬迷能夠恭喜嘉應高升啦！